宝藏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包括宝藏来信、好剧、好书，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加入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对了，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各位万城里的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务。顶一集你毋是建议大家去看女性主义的册啊？我伫遮雄雄想到就是有一个是，若毋是讲结婚生囝了啊，迄翁若陪去看生囡仔，拢会有心理障碍吗？哦，真正，呵呵呵。啊，因为听人安尼讲嘛，我感觉会当结婚进前看一个英国的节目叫做《One Bone Every Minute》。哦，我叫是你各位推上 Google Box。我虽然讲爱看 Google Box， 啊，毋过无，已经推上2集啊，会当小控制者。就是 One Bone Every Minute， 就是伊用伫介绍英国人生囡仔的过程。哦，嘿，啊，伊就是连迄做 private part， 伊拢小看马赛克，啊，毋过你嘛是会当看着伊迄形体安尼。安尼哦。嘿，你看的时阵，你就知影恁翁挡，你的男朋友，你未来翁，甲挡会掉，挡袂掉。我感觉这嘛最好会当观察。阮当是毋敢看，但是伊是有陪我伫咧内底啊。嘿嘿。啊，人无要互伊入去，佫就生气的呢。真的哦。我想讲你入去要创啊，你也毋是医生啊。啊，毋过为什么袂当入去啊？嘛无讲袂当入去，但是人着佫咧准备啊，动作较慢一寡。好。甲英国无共，英国是你一去，你身边所有的人拢会当看你生囝。哈？真正哦？真的。哦，哦，因为台湾会有迄个啥物啊内诊啊，内诊的时阵，因就会叫先生先出去，啊，伊就感觉就嘿啊，因讲是惊会感染嘛，啊，伊就感觉就袂爽了，那一直互请出去。哦，真的哦，英国无呢。哦，真正。因为嘛是爱，就是爱看你开几载嘛。嘿，对。对啊，阮翁甲阮妈妈拢伫遐啊。哦，真正。系啊，因若着看我伫遐生囝。哦，我是毋知啊。啊，我是感觉无差，对我来讲无差啊，因为我毋是迄款伊伫遐，我感觉有安全感的人。我是有医生伫遐，我才有安全感，你敢知？你毋是医生啊？我嘛是有影啦。啊，毋过我感觉伊若无伫遐，因为我生2个时阵，伊拢伫遐，啊，伊拢是甲我讲，搁较出来一点，我看着头啊。真正伊敢看哦？伊看啊，伊咧看啊。阮翁拢是伫我的头壳边仔诶。无呢，因为我因为我生第1个时阵，就是头伤大，所以我用足济姿势伫生。哦。啊，伊拢伫遐看嘿啊。啊，你伫英国生诶时阵，敢有互压巴肚？无呢。因为我伫台湾生诶时阵，就压肚子啊，因为伊压我诶巴肚，甲迄囡仔弹出来啊。哦，是啊。嘿啊，啊，阮翁就惊着啊，伊就感觉足恐怖诶啊。无呢，英国无呢。啊，我佫有签迄，我有加会阴，啊，伊就感觉就奇怪吗？嘿，对，因为英国无咧加，啊，其实台湾会当无加。伊头先有互我签一份同意书，就是讲我若是有要加，我就爱签迄份同意书，表示讲我会当无加。啊，但是我也无研究，我就甲签落啊。嘿啊。人是讲有加是较好听啊。嘿啊，啊，我是毋知啊，但是我咧做过来时阵，伊就一直咧查一寡 paper 咧讲，你若是无加较紧好啊，啥物货啊，我感觉无加哪会较紧好啊？
我就感觉无差啦，我不在乎呢，I don't care。don't care。我无教，我天，差不多要2点钟呢。哈，真正哦，我感觉我医术足紧诶，差不多天5分钟就好啊。这就是有教甲无教的差别啦，因为你无教你是自然撕裂嘛。系啊，结果我听的时间比我生囡仔较久。系啊。我来讲着囡仔，嘛有观众朋友来问讲教养囡仔的差别。你敢有感觉有啥物差别？比如讲因幼稚园啊，我感觉有一个差别就是英国的幼稚园，伊是做开放式的，伊伫伊的教室内底，你就会当耍沙、耍水、耍土。你要画图嘛会使，你要反正有足侪区就对啊。你想着要去耍对一区拢会使。毋过伫台湾的幼稚园就敢若倒啊。你若要去上其他的课，你就去别个教室安尼。嘿，所以我感觉迄当阵阮囡仔伫遮读幼稚园时阵有一点仔无适应，是因为伫英国的学校伊是较开放的，就是互囡仔较自由啊。系啊，伊还有一区是用甲做舒适哦，迄碰椅啊、棉被毯啊，你就会当坐伫迄碰椅啊、架毯啊，还有迄红啊，你会当抱的啊，伫遐读册安尼，读故事安尼，用甲做舒适的。嘿，反正就是做 freestyle 啊。台湾的幼稚园就是你嘛袂当讲伊死板，就是嘿啊，就是倒啊足侪安尼啊。我有看着阮朋友因囝进前倒去台湾上幼稚园，差不多还未5岁，才4岁外哦，就开始写字呢。毋是写宝宝猫哦，是写字呢。介伤早啊！我嘛是感觉，因为英国幼稚园就是拢咧耍啊，一直咧耍啊。嘿，对。有人讲因的国小嘛是一直咧耍。因的国小我先知啦，毋过因按 recession 就开始伫教因的 phonics， 嘿，就会开始教因写 ABC 啊。所以迄嘛是差不多4岁外。对 ，reception 是4岁嘛，4、5岁这时阵，嘿。毋过因的作业拢是差不多一礼拜一届啊。因的作业拢嘛是，比如讲伊即礼拜若是学的物件甲法国有关系，因有一个 project 叫 6 way to be smart， 你就爱去外口捡一寡自然的物件，排看你要安怎用，和即个题目甲法国有关系。无你就是去做胖啊，还是做饼啊，做点心啊，甲法国有关系。无你就是录一首歌甲法国有关系，你就拣一项。是毋是感觉拢是家长咧做？对。毋过我感觉像讲台湾幼稚园早开始写字，我感觉可能公立甲私立嘛有差吧。我感觉可能因为阮朋友是较北部的，可能因嘛是较拼。因为我即届就是毋是倒来台湾嘛，我就是甲我囡仔细汉的读幼稚园嘛，拄好有一间国小有附设幼稚园，嘿，就伫遐读。伊就较因为因哥哥国小1年啊，有迄个功课爱写啊，就爱练写国语啊、中文啊。伊大概看着就讲吼，我的作业伫倒，我的回家功课伫倒。伊嘛就想要写诶。对，毋过就拢无啊，我无感觉去哥哥有啥物无？哥哥拢有啊。嘿，哥哥拢有啊，伊拢无。可能甲私立甲公立嘛有差。我有看一本册叫做《拼教养》，拼教养，是为台诶社会系教授写诶。伊内底就有研究台湾诶一寡无通改站诶台湾诶家长，因安怎咧教养因诶囡仔。因为伊研究诶家长差不多是40到50岁之间诶，就是讲比咱个年长无几岁安尼。因遐诶人是台湾咧拼经济迄个时代大汉诶，所以因伫咧因后一end诶囡仔身上，因想要找着因失去诶即个快乐诶囡仔时代。
迄个时阵拢变经济嘛，所以因遐像是的教育就是啥物拢用背啊，啥物拢用叫你伫学校坐12点钟拢去读书迄款的教育的方式。足无自由诶，所以因即摆就是想要为因的囡仔的身躯面顶来找着因的快乐的囡仔时代。但是因已经感觉足习惯迄款较威权式的教育方式，所以因定佫无法度讲行出迄个一直在辱的即个心态，含即个习惯。对，所以我感觉可能是有一寡是因为台湾的家长伫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拢咧赶，一直拢咧拼，所以因即摆咧教育下骹即end的时阵，嘛是小可会往迄个方向去。所以比如讲要带囡仔出去佚佗啊，伊嘛是爱讲一定爱找一条路线是遐有足侪无共的树啊，即个家长佫爱先看册讲遮有啥物树啊，到时哪行甲哪甲囡仔讲。伊这是伊册内底一个例，即个家长伊家己讲伊生囡仔进前，拜六礼拜拢是去坐百货公司，无咧行啥物爬山的路线。但是生囡仔了后，伊就开始一定爱，你做每一项代志拢一定要有目标。比如讲去爬山，一定爱教囡仔有相关的树仔的名。但是足个目的性的安尼，嘿啊。这是我感觉较英国较无共的。甲我一个感觉是英国，因为因的阶层就分甲足明显的，所以有一寡感觉就是逐个就是足认命的。比如讲劳工较济的地区的囡仔，因就较袂认真读册，因为家长嘛是较放牛食草安尼，因为就感觉讲学历无效啊，学历足贵的啊。但是你较中产的地区，就会较认真顾囡仔的学业，含伊的发展。对，比如讲因就会去买厝买伫好的学区，也是讲直接就是送去私立学校。对。无共的是，台湾无分阶层的家长拢是足重视学校的成绩。只是讲无共阶层的家长，因咧帮赞即个囡仔发展的时阵，劳工阶层的朋友因会较看重成绩，因会外包互比如讲安亲班啊，是讲补习班，去教囡仔。对。较中产阶级的，伊就会较强调讲一定爱足多元的，比如讲伊会发展伊的才艺，学钢琴啦，学唱歌啦，还是讲学啥物yoga啦，baby yoga，嘿，佫足看重即个西方的文化资本，比如讲爱讲英语啦，还是讲去欧洲佚佗啦，去游学即款的。伊佫讲一个我感觉足趣味的中产阶层的家庭，因咧追求即个全球精英惯习，这是一个 specific term， 就是全球的精英拢会有一寡 pattern， 拢会去固定的去做一寡代志。台湾的中产的家庭，因咧追求即个物件的时阵，因会去追求讲，即个囡仔伫咧无共的国家的文化的差异内底，会当感觉就自在的。所以因会当国家观，也是讲伫咧无共的所在飞来飞去，安尼的想象。但是因咧追求即个所谓的国际观内底，定定拢是讲学一寡西方的知识、生活方式，也是文化资本。因足少咧看，毋是西方，毋是白人的文化的即款差异。比如讲因袂去想讲印度啦，还是讲袂去看啥物印度啊、东南亚啊，还是对，我知你意思。毋过有一个册内底，我家己共款想法就是讲，台湾的社区含学校无像咧英国还是美国的阶层的分别遮尔明显。比如讲伊咧册内底有讲着2间学校，一间国校啊是咧伫台北的市中心，伊是叫伊天龙国小，有另外一间是叫做河岸国小，伫咧郊区。学校内底有足侪囡仔是互阿公阿嬷摇大汉的，嘛有足侪，比如讲爸爸妈妈是越南的，还是泰国的，还是中国的，即款的状况，拢是较劳工阶层的人。即2个区因的国校啊内底人无共，但是伊的房地产的价销平均敢若差一倍。
你用慢声来想好啊，阮住的所在就有亲像迄河岸国小的所在，啊，阮进前想要搬去的所在，就亲像迄天龙国小的所在，啊，两个所在的厝的差别是3倍以上，啊，但是以台北市来讲是差1倍，所以我感觉伫英国你若是要有好的教育，是爱开足侪钱的。对，不只是甲囡仔送去私立，也是你买厝好学区的厝，拢是足贵的。嘿，对，对，啊，那会雄雄安尼变啊足叮当的过气氛，就来讲一寡好耍的。嘿，嘛有听众朋友就好奇，咱含即个英国敢有大家官的问题，就是咱华语咧讲婆媳问题。嘿嘿嘿，你敢有啥物大家官的问题？我无大家官的问题呢，因为我感觉阮大家嘛，恁大官嘛是过身啊。阮大官过身啊，阮大官足久以前就过身啊，所以我敢若有大家尔。我感觉阮大家算是一个足开明的人啊，足好讲生笑的，嘿啊，足爱讲政治的，讲代志拢会讲政治啊，若是因若问我一寡台湾的时阵啊，拢会讲着伊个有看着什物中共要对台湾什物有诶无诶，嘿，拢会甲我分享。我足好奇诶，恁大家官是啥物出身啊？我会记得我去当阵结婚的时阵，毋是爱写着爸母的职业吗？嘿嘿嘿，伊讲因爸爸是毋知什物公司的经理。我感觉伊细汉应该是算袂歹过吧，因为因妈妈的结婚了的伫厝伫顾囡仔，伊是因爸爸是经理嘛。因过身了后，阮大家就一直伫领因爸爸迄公司的那个什物抚恤金领甲这样是，只是可能因为四个囡仔吧，虽然讲无欠，应该是讲无欠钱啊，毋过若要去对的话，可能就是较无方便啊，因为敢若一个妈妈爱带4个囡仔呢。安尼真正足辛苦诶。系啊系啊，阮大官敢若会过诶，伊迄当阵伊去读大学诶时阵是爱家己落学费诶，所以伊毋是伊是爱家己落学费诶。啊，阮大家就无共，阮大家因兜足瘦呢。伊细汉时阵是伫 council house 大汉诶，就是迄人咧讲社会主体。伊爸爸妈妈嘛拢足早就过身啊，因爸爸干生伊咧15岁时阵破病，伊破病足久诶，因爸爸破病足久诶，破病足久啊15岁过身啊，过来因妈妈伫伊迄个 honeymoon 诶时阵过身诶。是哦。所以阮大家对即个伊对人诶感情可能足重诶，所以对即款代志拢足无法度接受诶。但是我感觉这是款 the theory of Murphy， 敢知无非定律，就是你对啥物代志看上袂开，你就愈会拄着啥物代志。所以阮大家细汉时阵生活较歹过。但是伊嘛是有去读大学，迄当阵诶大学是毋免钱诶，伊是迄中低收入户。毋过我感觉阮大家就较无共，因为我感觉伊对人生看较开一点嘛。因为伊伫阮大官过身诶后一年，就是因妈妈过身，过来个后一年就是因爸爸过身。哇！因为阮大家因妈妈咧生伊诶时阵，就小看血有问题吧，所以敢若生伊尔，都无个其他诶兄弟姊妹啊。真诶。所以就变做讲，因阮大官过身，跟因爸爸妈妈过身了，伊上亲诶亲人就是这4个囡仔。真正无简单。系啊，做配合伊诶。因为阮大家伊是有3个哥哥，但是上大汉迄2个堪伊差较侪岁，所以阮翁上细汉诶阿舅堪阮大家上亲。阮大官过身了后，阮大官是旧年3月过身诶，就是阮囝出世1个月伊就走啊。迄当阵阮大家有够伤心诶。
啊，所以阮翁的阿舅定定来陪伊。啊，迄当阵佫有发生一件就悲惨的代志，因为阮大赶过身嘛，所以阮大家就小木的，啊，拄好厝边要搬厝，啊，有只猫仔定定拢会来因兜困，所以看阮大家感情真好，阮大家就甲讲，啊无你即只猫仔我甲收养起来，啊，结果诶，饲无几个月哦，迄当阵阮我伫台湾生囡仔7月转来，啊8月伊讲要来万城甲我斗顾囝，我本来有小可袂爽，我想讲你著有迄只猫仔，你著无法度离开你诶厝偌久啊，你哪有可能来甲我顾囝？对毋对？因为猫仔你若无伫厝诶，你应该送去迄个猫仔诶旅舍拢嘛足贵诶。啊，结果伊要起来前2礼拜哦，迄只猫仔雄死去咧！我天啊！我怎甲阮人讲，紧敲电话互伊，叫伊较早起来。我的天啊！相定的打击。啊，你知影即只猫仔即马伫倒位？伫倒位？伊埋伫咧后壁诶花园。恁迄个恁爱你转去时阵，敢有看迄只猫仔？哦，无怪伊昨一直讲阿姨，比外口伊讲阿姨，恐怖，莫有白讲话。对啊，我感觉阮大家寡人拢是真好啊。因拢会互囡仔足侪空间去互因发展家己诶兴趣，啊，因佫是迄款家长，因袂用情绪威胁诶，所以阮翁因拢是无法度互情绪威胁诶。啊，是讲因兜诶人诶个性哦，逐个拢足固执诶。所以应该嘛是知啊，就是你要改变对方拢是无可能诶代志，所以规气就互伊去。啊，因人拢足好，比如讲我拄则讲诶，因讲要甲你斗相共，因拢是讲诚实诶。比如讲，阮拄仔买厝诶时阵，阮大家就做伙起来甲阮油菜啥物诶，啊，顺便甲一寡有诶家具互阮。啊，我想讲因足辛苦诶，啊，我拢是上班嘛，所以我拢请因去食盐茶，就是香港式诶迄点心嘛。结果因颠倒感觉歹势啊，佫较认真拍拼迄油菜。真正袂歹呢。系啊，比如讲我生囝嘛，阮大家就逐个月拢会起来甲我斗相共1礼拜。啊，伊若是要做啥物决定，进前拢会甲我问。啊，伊会牵囡仔耍，牵因讲话，甲因唱歌。真诶。所以我感觉阮囝较甲我讲话嘛，可能就是因为阮大家足甲我教囡仔讲话。我跟阮大家嘛是会安尼。系啊。啊，伊若是有当阵我咧无用，比如讲我咧饲囡仔食奶奶啊，伊就会斗相共做出来诶代志。伊就去，比如讲来洗碗啊，是创啥，我感觉伊啥物拢愿意做。我较干胶是阮大官。伊安那吗？伊人真好，但是伊拢无咧做出来诶代志，完全袂晓。竟然会晓比如讲泡茶，还是讲茶食了啊，伊就甲杯仔摕去洗。啊，但是伊甲英国人咧洗碗，传统诶英国式诶洗碗诶方式，就是泡入去迄杀蚊水内底。对。啊，佮摕出来，啊，泡好干。因拢无咧抢诶。系啊，所以逐工转来哦，若是惊因两个时阵，因拢袂开迄洗碗机。啊，所以因迄杯仔拢用手洗。啊，逐个转来哦，迄杯仔拢是咖啡色诶。我知。因拢无咧卤，你敢知？我知。就是浸落，摕起来，泡好干。够太过。我一开始我拢爱，就是去迄传统英国人诶厝诶时阵，看着因洗碗，你拢爱先洗脑家己诶讲，安慰家己讲，因拢食遮久啊，袂死啊。垃圾食垃圾多，阿弥陀佛。对，我拢想讲，因迄可能安尼食，可能诶，因诶洗碗真可能较安全诶啥货。无，我感觉因对迄个食品安全诶概念无讲足注重诶。系啊。啊，我拄则头前讲迄款白人中山街站诶迄种文化白痴，就是像阮逐个大官即款。因是人真好，啊，佫有知识。
因拢是大学毕业的，嘿，但是因咧看代志拢是就限制伫咧英国内底，英国本土，啊对英国以外的代志拢是啊无是就是英文册，英文的册内底有写，啊无就是 BBC 有咧演，因才会晓，所以拢是就有限制。尤其是因即摆老啊，佮开始咧信迄英标论有无？实在有够烦的。毋过因今年若是敢若看迄英文的册有写，还是 BBC 有咧演的，安尼因哪会去看着阴谋论啊？因为因为阮大官有咧看面册，啊，你若面册老人，因诶老人的社团内底是嘛是就搞迄分享诶长辈图，长辈图，啊内底拢嘛是一寡，比如讲因会讲病院即摆拢无眠床啊，因为拢是一寡移民咧占眠床，啊，真正英国人拢困涂骹，即款诶根本都无事实诶。阮翁就会问讲啊，请问你有啥物证据？即敢有啥物数字通支持你诶即个论点？伊会讲我即摆是暂时无，但是我相信这是真诶。对搞诶。而且因诶观念拢嘛是拢较保守诶。比如讲，阮大官讲即摆 LGBT 诶即个权利实在是有够大到拢压迫因遮诶基督教诶人。我想讲，你是咧讲啥？我的，系啊。阮大家嘛会讲，以前阮迄个时代，查某人竟然会当住伫厝诶，啊，无啥物权利也无。但是即摆查某人诶权利拢已经压过查甫人啊！我讲哪有啊？你去网络顶看，你上爱网络顶来看即摆厝内底代志诶分工，是毋是全世界拢是查某人做甲比查甫人较济？这哪有平等啊？对啊，莫咧好笑，佮讲查某人诶权利佮压过查甫人，哪有可能？笑死人！伊真正就是做迄款白人查甫迄款观点哦。对，比如讲，阮大家因是住伫 Bristol，Bristol 是英国诶南边，啊，伊是一个足有名诶城市。伊开始变有钱，是因为伊迄个时阵是咧交易黑人诶，甲黑人卖去无共诶国家，互因去做苦工。因是靠遮有钱诶，天啊！啊，所以几若年前就是有一群，无一定是黑人，但是支持黑人诶平等诶一群人，就甲有一个白人诶伊诶像啊，伊诶铜像，甲伊塞伫咧水沟内底。因为即个人因兜就是靠交易黑人起家，所以你踩一个像伫市中心，对黑人来讲是一款侮辱。啊，阮大家就讲。但是我感觉吼，无即个必要吧，无即个必要，家塞伫咧水沟内底。我讲，但是家想看觅，你若是讲你诶祖先18代，拢互即个人卖来卖去，啊有一寡人佮死伫咧船顶，你看着即个像，你敢袂甲伊叫？敢袂起拄人？我拢会系啊，我拢会好好甲因教育一下。耶！要学就学到底啊！袂啦，但是我讲因拢是观念，毋是讲观念开放，但是因人就好诶，所以讲煞伊嘛是会甲我煮饭互我食。系啊，你有听过啥物鬼啊故无？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伊甲因翁是伫台湾熟识诶。因翁嘛是英国人啊，到尾就是伊讲因翁就是考虑因妈妈年岁大，想要搬倒来英国。伊就甲伊做伙搬倒啊，一搬倒就感觉一切拢无共款啊。因为之前伫台湾两个拢有收入，佮无囡仔嘛，所以就爽过啊。才是搬倒来了，无所在通好住，就是甲大家住做伙。伊甲因大家住做伙了，到尾就慢慢发现讲，因翁啊有一点仔。Mommy's boy， 就是拢较听妈妈诶啊，就拢讲，咱住妈妈家，因老安那就小啉者，莫去甲受遐济啊。我伊就发现讲，因大寡有被害妄想症，嘿，对，伊直感觉有人要甲害，无就是阮朋友要甲害安尼，嘿，我真正挡袂牢，伊真正挡袂牢，伊其实甲我讲足久啊，然后伊就讲伊决定要搬转去台湾。搬转去台湾了，伊到尾转去台湾住
1-2冬了，其实伊个有搬转来，伊个有转来。伊就想要，嘿，伊就因为伊甲因翁嘛是够有感情啊，伊无想要，应该讲无想要放弃吧。毋过一搬转来了，伊感觉因翁嘛是个无变，无想要出来找厝啊啥物诶，伊真挡袂牢，嘿，伊真正挡袂牢。啊，到因翁想要找厝，要搬出来时阵，已经收万啊，伊就已经提迄个要离婚诶代志啊。但是跟爸母做伙大伫因讲无算事上呢。无算事上吗？我嘛毋知呢，因为我嘛是听过有一寡英国人拢嘛是搁甲爸母大做伙。无结婚的可能有法度啊。阮有一个朋友，伊一直都是独身啊，所以甲因爸爸妈妈大做伙。而且因爸爸妈妈身体歹，所以有当时会当甲因斗相共送因去陪伊啊啥货。但是伊拢有6厝岁。因爸母拢是厝岁有照收。之前迄面册迄台湾妈妈群，嘛有人分享讲家己的大家有记识的。对，我常常有听过即款的。我感觉这真做合的呢。你是要安怎过啊？恁翁会甲你维护无？我感觉上恐怖的是迄翁无你甲你维护的。对，讲到底嘛是翁的问题。对，真的呢。系啊，你想要住大家斗？真的呢，无要搬出去。系啊，是有啥物问题？有的人会感觉讲着新厝租啊，新厝租这家己的妈妈的厝住足舒适的啊。安尼真正袂使。另外有一个原因是，有一寡英国人因无咧欠钱的观念，所以因就感觉佮省一笔钱，佮有较侪钱当开。对。但是英国的厝无算大呢，住做伙真正就是系啊，足碍热的呢。足碍热。对，我常常有听讲，他们大家住做伙，煮饭会互嫌讲迄物件臭臭。我捌听过。无就讲迄乌趖趖啥货，敢使？因为你知影台湾人煮饭有时拢会加豆油嘛，就变乌乌啊。因就感觉乌乌就歹的啊，因的物件白白啊，歹食啊。毋过因为有一寡物件煮起嘛拢乌乌啊，毋是吗？Christmas cake。还有一寡甲什么 black beans， 是啊 ，anything with beans is all disgusting。毋是吗？毋是吗？食了个一直爆屁哦。好啦，安尼差不多啊。差不多。安尼咱今仔日迄网络的 Q&A 就甲遮。咱这结束了后，阮可能会先休困2-3礼拜，互我伫台湾爽爽过一点嘛。阮休困了，阮后届会一个重新的开始，会访问其他住伫欧洲国家人，看因有啥物分享。咱有一寡欧洲好朋友，会请因来上节目来分享一下。系啊，互大家较无共款呢，互大家安尼才有法度，互大家继续听落，甲阮斗支持安尼。大家若是有啥物想要听的主题，也是有啥物建议，拢欢迎写批，也是伫 IG， 互 private message。无错。今仔日就到遮，感谢大家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